听闻此女子好美男子，对美貌的男人言听计从，所以若想要良，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下手。看来这个任务得要麻烦陈安博啦。为了百姓能多口粮食，只能委屈军师了。在下陈安博，今日有事想要拜访孙小姐，不知能否替在下通报一声？哦，原来是伯爷，久仰久仰，请伯爷在此稍后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大名鼎鼎的陈安博来了，小女岂能不见上一面？想必这位就是陈安博了。小女这厢有礼。孙家看来是真有良啊，只是这孙小姐吃的太好了吧？哎呀，公子别去。孙小姐有礼了。容某今日前来伯爷此是想向次来访，无非就是想让小女开粮仓。既如此，在下便直言不讳，还请孙小姐高抬贵手，救灾民于水火。伯爷这副面容，确实让小女心动不已。只可惜，伯爷对班郡主始乱终弃，同为女人的我，是绝对不会看上伯爷的。还有，带了这么多人，就伯爷一个人能入眼？他们都是来充数的吗？有点臭钱就了不起啊？给你点面子你就上天了是吧？是谁？竟敢骂本小姐？哼，本少爷骂的就是你。怎么样，你摇啊？哎，恒弟，你又是哪位？哼，本少爷是班将军的弟弟，班恒。班恒？姐，你克制一点行不行？伯爷在呢。有人替我叫起军师，难得。将军，此刻应是思考如何要粮才是。当然了，但此次军师出马失利，自然是要先检讨反思，再寻解决之道，不是吗？还是请军师在孙小姐面前好好跟我认个错，或许事情会有转机也说不定。姐，你就别为难伯爷了，你们之间的事情不是都已经说清楚了吗？不会吧？你们两个到现在还没有和好啊？管我们干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把皇后娘娘带过来做什么？欠头名啊，这都不懂。少给我耍贫嘴，我就知道你还放不下她。这里不比京城，你好好照顾她。我们万事还是要小心为上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我们俩没有吃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不像你们俩那么多毛病。